乡亲好，欢迎大家收看《出名台会》。看到我俩下去到俩天顺嘅西路巷哦，俩从法庭用安江嘅风景非常嘅正哦。俩台湾呢係法庭嘅風鈴節，風鈴呢係到去年地到咧俩嘅萬桑嘅年節。其實俩萬桑係俩全球嘅氣勢哦，總共有25個國家、150個國家，俩都得到萬桑嘅年節。當然，呢風鈴就係全台灣第一隻哦。到底俩萬桑係乜嘅呢？係用嗰啲對口簡單又自然嘅綜合手法。你今日出面大會，當講呢度風鈴，為到大家向下去分享討論。開會了！你夏天咧強挑呢度出面大會嘅討論現場，今日其實天時凍冷哦，每逢涉水，不過現場看到凍到嘅鄉親，凍熱親哦，就嚟嚟凍人強啲關心哦。楊批為大家紹介裏邊，第一位呢個紹介係發動中國國家風景區嘅管理處嘅秘書鍾玉紅，鍾秘書你好。大家好。歡迎秘書。第二位裏邊紹介係呢風鈴節大家長鎮長蕭文龍，蕭鎮長。大家好。歡迎。第三位來賓當特別，佢係萬桑小集曼城小姐張玉佩，你好，大家好，歡迎。現場呢風鈴節嘅鄉親朋友、叔婆伯妹，大家好。歡迎大家嗬，呢片嘅喪事，呢個事件真係動有法律。你講啊，呢個萬法就係萬生法，萬桑就係萬喪事。其實呢，唔單淨係講呢個殊途會變到下慢啲啦，最主要呢，佢係會過一種簡單自然嘅生法咯。看看呢，呢個風鈴節跳過啊，你因為講在共送法台嘅死退啊，佢係相對下落後嘅鄉親後散啊，嗬，人哋做啲咁樣講。不過呢，聽你因為咁樣點都係保留咧佢嘅價值、佢嘅文化，因度先你了解呢種簡單自然嘅生法，到底到風鈴節係用嚟實現嘅，你係而家用嘅萬桑咯。一做風鈴時期就有人開當做生意。7點半啊都開咧。喺度點關啊？8點。按照啊，都買咯，按照關門都買。所以冇啊，做生意做研究都買咯，冇需要啊。人生短短的時間。市場地位，老闆們將其他不下種嘅菜拿到市場去寄賣，有啲位坐喺大樹下就開始做生意嘅。80歲帶到了以後，啊個土地要 fit 睇要 fit 唔睇。我買又唔攀得，我有種感嘅，可以再出嚟買，咁咪叫做勢，年輕嘅做勢啦，殺氣啊！一個賣菜老闆妹喺咧北林村，同先生鍾俊同，過去年就84歲嘅，佢喺市場賣其他種嘅菜，先生殺標定咁咩唔買，就去天數去工業。啲村莊咪真好啊，大家當有錢，放得好就好啦，嚇，放得。開玩笑就開啦，冇睇冇歲就錯，還冇感覺自己會落。風鈴係台灣最長壽嘅一個總頭，65歲以上嘅人，他有姐妹4分之一。現在們攏係80歲老先生、老伯妹，閒唔下來，仲係笑眯眯嘅，講話慢、親切又神氣，親像係風鈴老人家嘅特色。其實這裡的生活方式跟它的務農有關係，因為這裡沒有什麼工業都市。你看我們這邊沒有麥當勞。還只有一家 7， 因為我們都喜歡自己種自己吃。愛是其他種嘅，是唔係的就拿來用於調曬，就連廚房嘅菜葉嘅嘛唔挑剔，拿來做釀布嘅材料。用菜葉切割去理香3年呢，至少薄下的在養殖品做的也有。你還永續生態，唔是花錢的東西啊。風鈴嘅人地足上落，愛食自然認真工作，聽咪就坐下來休息。一種睇唔到時推腳鋪嘅生活布條，殺數到國際萬桑組織嘅肯定，喺去年得到國際萬桑嘅認證，成為國內第一嘅數字嘅萬桑。我們鳳林的條件是因為我們沒跟上，我們不要去追求大規模的建設跟開發，我們開始體驗到這邊的所謂的好山好水好環境，跟這些農田是我們最大的資產。風鈴每貼片我係認真萬桑嘅，唔過曬因為一到年嘅萬保留嘅小鎮嘅真善美，安尼講係攞儀式公部門嘅批核，係個風鈴人嘅強勢，當做嘅延續，同時將萬桑嘅提升轉換做地方發展嘅正向能量，唔係搶係一類漸漸嘅老化嘅影響小鎮。
看到那个凤林哦，茶柳量冇几多，香港呢也冇嘛个收益哦。大家呢还是切个种出了一个农产品，也冇钱财打从东西，从爱用个生活风格，爱用个心态，就系安尼讲的慢生哦。其实讲起来，当从安尼野味四腿，该种点情有顺朴个生活态度哦。了平我请问一下哈，当然了下凤林的变做系全台湾体改，那到了个慢生认证个赏识哦，先恭喜大家啦。是系讲，了采出个向前，饲到七家个凤林钱，那到了个慢生个认证啦，你都要饲到冻沙皮的，像巧手不爱看一下好冇？哇，大家都饲到冻沙皮，好手表下咧，爱个进一步请问。地多了个慢生系嘛个，为老二用个老外地个朋友咧扫个，你地诶做得巧手好冇？哦，好。零零散散哈，谢谢。其实讲到呢，大家地哈，安尼即个系慢生会饲到冻粉鱼、冻沙皮。不过慢生嘅定义吼，可能还会更进一步的认识，天天咧还会做得永续走下去哦。当然，这一次能够得到这样的殊荣，有国际的认证，我们是全台湾第一个在全世界150个城市当中的其中之一拿到这种慢城认证的这个乐活乡镇啊。当然，在地的民间力量的推手是相当的成熟，力量是一直不断在运作。现场我也先来请教一下我们北林社区发展协会的理事哦。其实这件事情呢，从他一开始接手后就努力的在运作，可以先来请教他，也让他来跟我们的所有乡亲先说明一下，一开始你们社区是怎么样推动，经过了什么样的努力，怎么会想说去抓到这样慢城的这样一个新闻点呢？那其实那时候是因为有机缘，在民国99年的时候参与一个凤林镇公所的整体愿景的规划。那我们觉得我们做了很多事。但是我们却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因为太多东西了。然后所以呢，那时候刚好韩国的第5个慢城认证发了一个很大的国际新闻，然后我们就开始积极哦哈。对对对，他们是由他们的韩国的观光局全力支持乡镇去推动的，所以他们其实有相当多的慢城。然后呢，那时候我们就很羡慕，但是我们也不知道慢城是什么，我们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去研究，就。一研究之后就发现啊，他在做的事情就是我们在努力的方向，而且他是很有系统的，把我们在做的事情都讲得很清楚、很详细。那我觉得说，其实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我们应该用慢城来告诉别人我们在做什么。那你们就直接跟意大利的总部去申请，说我们要变慢城啊？差不多是这样了，我们当然是脸皮很厚啊哈，但是因为我们打开那个77个原则的时候很高兴，因为我们过半都符合，是，所以后来我们正式也拿到认证，表示其实我们在意大利的总部，在那么国家的评审委员会里面都通过了我们凤林在地的好风光，甚至好的生活态度，而得到了慢城这个认证。是，好，谢谢。接下来后续还有问题要继续请问哦。好。在去年的时候，去年呢，你凤林哦，在这样一致决议通过的情况之下，你就拿到了全台湾第一个慢生个向前个认证哦。了片错到了片冻酱个是阿姐，佢代表你的国家许多了个荷兰个个片，是拿到了个指数哦。我也请教一下我们的曼城小姐玉佩啊，你已经有这样的一个职衔封号了，可以告诉我们的乡亲朋友吗？你再去到荷兰那边去领证书，对不对？你去的时候，当地的那一些外国的国家的一些元首啦，或者他们的官员啦，或者他们在地的居民，对我们台湾凤林镇的认识在哪里？因为每个城市都要自我介绍嘛，然后介绍5分钟，放影片做说明这样。对。那我自己做了一个简报这样子，然后我介绍了凤林的历史啊，还有位置，然后介绍我们是台湾福尔摩沙来的这样。其实我很紧张，因为要用英文讲嘛，然后我很紧张，然后又很激动，然后我在会议上就说了一句，就是我们去年参观了6个城市，然后今年我们成为就是全台湾第一个慢城这样子。那因为他们都就是觉得还蛮怎么说？很感佩。对，原来我们在追求的过程中，后来我们自己亲身实践，台湾也拿到了。对。所以大家给你掌声吗？对。你当下没有哭吧？感动的哭了。有鸡皮疙瘩都掉满地。好，谢谢玉佩，她真的代表我们地方代表你个国家，许多安样。其实你做了过真伟高哦，你真正做咧讲行出去台步咧吼，为合乎到俩种六台类个要求门槛，将做得得到了个慢生的认证哦。提早你看到，个环境保护政策要低度开发，我有绿地，我有动回的生活环境。
基础嘅建设也会好，都市嘅景观还有内涵精彩。什么叫做景观？什么叫做内涵呢？大体看讲起来，就系呢个古家，呢个历史建筑又好好保存下来么？那个菜田提升产品嘅价值法，其实强调的就是小农经济，菜田嘅农产品要好好的推广。那个呢，你观光还有到社区之间嘅关系，没有完全系匮乏的哦。它里面也要包含着节制，包含着融合。汉卡最美呢，就是从意识推广、满商嘅概念，从点扩展到线，然后到串联到面。本大家捆到吼，按用个静心，可以从这种不断迷恋物质的这种老鼠的赛跑当中跳脱出来，追求简单快乐的生活。当然，金钟啊也会抢门啊。你还有两个放心，金钟一捆到，你凤莲又拿一个名，按到满商，撒下的热上吼，会用的利用你下菜体有的力量，好好的推展下去。就系讲对两个凤莲的满商，你有想过用的夯效吗？拿到了满商最主要的目的吼，甲意义吼，就是你了搭要凤莲吼，平常时无忙爱开发。错。本上就全部共种，一家种嘅菜，一家湿，一家种嘅水果，一家湿，湿唔脱就拿嚟市场嚟卖，卖本人。你国语讲嘅就自给自足啊，迄按用嘅蔬菜啦，根本硬是上讲吼，希望上咧要好好保存，你啲文化嘅传统啦吼，啊，无倡导过分嘅建设啦吼，保持你。本上游嘅嘅风景咯，所以你下得到满商那个认证，你也唔会想讲，你下关家你开大马路，你去大街天茶冲，该做唔得，该做唔得，该唔系挨着追求嘅目的，挨着追求目的是保持原来嘅风貌，啊，希望咧我哋嘅人客咧嚟到挨凤林嚟参观嚟了嘅挨着同分样，但是呢，希望佢哋呢咩去做。注重咧，你个希望上嘅传播，原来系安样。好，非常感谢金总。谈到你嘅金总安样讲，唔啲你菜地嘅乡亲吼，对了吼，出底系民间嘅社区组织，佢都要提出嚟安样嘅满商认证之外，你都系带到了达要，系了达要生发嘅人咯，对得到满商这个大嘅所在，你感觉又系乜解呢？系迷惑不知呢，还是其实一样非常有认同感，也有荣誉感？做啲 catch 到你讲一下冇？那个小吉好吗？谢谢带到了哈，带到了好。你道地的凤梨人吼，啊，得到晚上心情永安去啦。真欢喜吼，以前吼，我老朋友伫个聊天个哈，就在讲，伊讲凤林为什么都没有进步啦？哈，那以后凤林人要怎么办？那以前我就跟他讲说，搞不好有一天，我们就是因为这个慢哈，就是我们的特色，他就觉得说很不以为然了，这么慢，然后可以有什么生产力和一种活力哈，那就说这样的话，我们凤林的人在这边要怎么生存呢？哈，那果不其然哈，这个事实上也没什么发展呐。那经过了若干几十年后，没有想到这种慢的生活哈，被很多人都很认同。那事实上哈，这变成说我们在这边可以很享受。我甚至我常常跟我的朋友同学都讲说。我住在凤林，我会终老在这里，因为我非常喜欢我们这个土地哈。那我也希望我是你们的娘家，那你们回来的话就可以到我这里来。所以叶启都不以落后为苦，过去是认定为凤林是后山是落后，可其实保留了天然的这个风貌，反而变成是一种竞争的优势，系启都安用嘛。是好。有继续问题，怎个强讲你？新问你，我系先问请问恁个刘先生，其实甲妈妈讲出一只重点啦哈，带到了凤林跳过一年前头，当然看见以后啦，我嘛个进步嘛，所以动词然动点情啦哈。不过大地适合用路，不过唔适合后上因对了发展。啊，用老满上系咪满上个听推白讲，就系唔是进步，唔是发展。大家都按用保持本来个用个好咧，好，你都6年度做都行应该后发展，唔是进步，系按用去忙嘢看法用白去。其实若想讲，我同大家乡亲讲，满上嘅意义系乜嘅？满上人讲满食，满食系乜嘅？系食按你菜地生产的东西，慢了，系慢慢的行了菜地的人文环境。慢法就慢的生法，系我老所有的人讲，我脱离现代急性的生法。来到凤林，按你大比论来讲，条件个样片你看到，凤林的富人家都屋边田顺。
到了吹凉、到凉山凉来种菜，木笋也种到水果，这个是，是的呀，有纯豆的，那你看到样片，你们拿出来市场给芦笋，苦等都敢卖，补贴不开输入。你讲起来，食材的买来，而分享佢一个种菜、种水果的成就，用最强力、最安全的东西分享来大家相信来使用。你讲起来讲，慢上，凤梨面来讲，对生活、生产、生态，也对人文环境来讲，係對你客家人来讲。係對人生命最人命嘅承擔。講起咧，其實你客種嘅體質就係滿山嘅體質啦。因為客種嘅生活都會動點，就是這個山寺的生活，在對客家人來講，是對生命之中的任命的承擔。跟任性的風情就在這個慢城的生活。不應講到用動感性哦，動上會曬過來帶安樣啦哈。玉佩，我們剛剛講到你身上了啦哈。其實慢城不是等於老城，不是等於沒有進步、死氣沉沉的死城，而是年輕人、中年人、中生代、老生代，其實都在這邊是就是共存共榮、和樂融融的。像你這樣20幾歲，我們現場有看到一些30浪水改球上挑，你都會選擇存累，你們會選擇要回來，在這邊耕耘，甚至是對這邊投入的感情，跟你們剛離開家的時候那種感情是一樣多的。我覺得慢城的重點，其實它的焦點是應該是生活的品質，生活品質，而不是他也不反對你去追求經濟效益，但是我們看到很多大都市，他追求了經濟效益，他犧牲了一些東西，然後所以我們應該是要把重點放在生活這樣。你是說那種心態是不分老幼，回來到的那個心態是真正享受在地的資源，然後也珍惜周邊的生態環境的那種心。對，所以而不是說就是回到慢城就表示都沒有進步，沒有成長。對，沒錯。所以你也是抱着這樣心態回來的嗎？對，而且他其實也不反對，像我們現在有很多高科技，像是網絡這種東西，不管我們在哪裡，其實都可以工作。那對其實他的理想是這樣子。好的，所以其實講起來那個理想啊，哈。你有先了解一點吼，那個慢商品唔係代表原然嘅落後啦吼，其實係很有進步感。問題我也請教一下我們的秘書，其實講到我們花東縱谷帶，本來就已經是台灣的這個算是旅遊天堂、生態天堂了啦哈。像我們這樣相對來講，剛剛劉大哥講到，其實在客家莊這種濃厚的人情味跟保持相對天然的這種地理環境來講，就是構成慢活這個定義很重要的元素。其實我們縱谷帶上，不乏客家莊，不乏原住民部落，都是生活物質相對單純的。從我們觀光的角度來講，也推下很多啦，生態旅遊要慢活，要 low stay，要體驗農家，這些元素、這些內涵，其實好像都包含在這個慢城的概念裡面哦。那我們鳳林得到全國第一個慢城，對我們來講有一些象徵跟意義嗎？其實我們從國家的一個整個定位，花東縱谷的發展，我們從花東發展條例這幾年。通過的哈，它其實也跟我們花東縱谷國家風景區的一個觀光發展的計劃，它要去推動，就是一個低碳旅遊永續發展這樣的一個定位，它事實上它都是不謀而合的。那其實我們在未來，花東縱谷這個地區，它事實上是可以被期待，甚至它其實是一種機會發展的一個機會。那管理處這邊呢，我們都對，尤其我們鳳林鎮這一次。是算是台灣第一了哈，那台灣之光能夠獲得我們國際的認證，那這個部分，當然我們也知道，在縱谷地區有幾個鄉鎮，現在陸陸續續，我們也跟我們也接觸，他們可能想要去申請，那未來我們都希望我們在未來這個發展都是可以朝着這樣的一個生態旅遊低碳的發展。你是說國內的還有其他縣市跟鄉鎮想要申請？花東縱谷的地區有幾個鄉鎮，目前他們。躍躍欲試，我們可以想得到啊，像什麼池上的有機鄉啊，或者是鹿野啊，對不對？花蓮的玉里、富里，這些其實很多都很有條件適合。謝謝。其實現在一個很重要的命題哈，你要鳳林得到一個慢商嘅年紀猛草動好，不過撒下來多大鳳林為用而做，就係講鳳林其實完全你下唔是做馬界，只為保持呢你下嘅現況天然嘅環境，不過大家撒起見面嘅強勢咯。還有心態為挑戰，為利用兩下本單有個資源，從我們在地已經好幾棟的這些相當有豐富歷史的煙樓，
还有我们过去在日治时代留下来的日式老宿舍群、老的建筑物，还有彩铁嘅凤青、彩铁嘅铁伞，无论系肉记啊，也系讲即个种嘅铁条啊、铸胶啊，了到动作嘅彩铁产业，因为用啊都结合咯，因你都看俩同分析。我会甲一地砖咧按拍开咯。最近丰年的白林村有地主而建体做公园，做公差的拢系平均65岁以上的老人工。个阿土白油人啊，做嘛个技术都超矮啊。老人家哦，无跳过做官的哦，无做要艰苦啊，冇条条路袂做，都不甲塞爆电视啊用电啊。因为喺沙期其他嘅公园，其他做高复合需求，嗰所对规划到施工仲可能其他来。也嘛係慢上嘅重要精神之一，載體思考。唔過慢上嘅發展實在做唔得，搶靠也到重塑嘅老人家來參論，安樣嘅將做得延續慢上嘅生命力咯。當到東西吼，唔係講你也不有乜嘅，你去做乜嘅，你要想好看，看你有乜嘅東西做得帶進來創造嗰種嘅機會啊，唔係進來尋機會。用我们原来的生活的方式就可以住在部落里面，那不是很好？目前部落用的就是凤林在地的人，还有部落的妇女。一般我哋睇到嘅弄係偏向安樣嘅創造機會，將做啲社到後生人過來，查清少看到後生人過來為家鄉創造可能性，按出建嘅想法。古時有過來開春堂創造秋葉，仲順良過來創造品牌，傳承阿美好數年，還有外地人來到也買老屋開民宿，保留嘅日式嘅老建築。所以我們也沒有要做很豪華的那一種。民宿整建的時候，就是我們拆的時候，那老人家都流淚。他說：“你們要把它拆掉、毀掉了嗎？”日本人過來，他們說尋根，然後他覺得說看到這一間建築還在，也都在流淚。老人家都想把煙樓拆掉，那破爛了沒有用了，修也沒價值，那拆掉蓋房子。透過一次一次觀光客來看煙樓，也去塑造一個煙樓有價值的氛圍。所以老人家現在可是很聰明，他說：“我這個煙樓哈沒有600萬，我是不會賣的。”豐年係慢唔係難事，老唔過有生命力。慢上就係一種生活嘅態度，就親像我哋看唔出邊後有體流通，唔過佢嘅作用力實係千次咩。後生人對一條老東西當中尋到嘅機會，今年喺生活當中做到嘅就係政府花係千多嘅錢，想去做到嘅文化資產保留同地方嘅發揮。近排啊，安尼也係講到下種下嘅蔬菜，因為起到動料、動感同運動溫馨感就很年輕美哦。其實講到這個慢城的定義，有3大很重要的關鍵：人、食物，還有呢就是在地的文化。你講到兩片鳳林啊，你講係衝小村。動到個老人家吼，對下你樣片看到，了老人家真緊身體按雜步吼，去家都喊為去做義工吼。所以現在看到你個動到老人家，記到對了擺入先做慢生哦，記到其實也非常按記起。人認為講你下記到做嘅就係慢生嘅定義。你請問記到大家分享記到心情，那個幫你吼。帶到鳳林嘛吼，就係講話鐵橋上跳做咧問講阿爸，你話你鳳林哪條河呢？年輕妹要動創麼？你會用啊講？你年輕妹非常創，按到球台球上，甲白領實像相提之模樣。全部年輕，全部年輕，全部為互相咧照顧啊樣。用一道照顧嘅方面嚇，比如講。咁比如講，你要物嘅東西，要困難啊物嘅，互相為咧承受。從喺咧台北辦是10個來啊。佢講佢喺兩路按多歲，冇人好照顧，佢讓佢按埋佢呢個風電啊，然後那就緊急嘅事，即係喺演到叫香。我有幾時去照顧你都留聲音咧。減排啊，都就困難嚟事，即係叫做需會過咯。用兩條橋上跳遊戲，你都有係用咗照顧兩個別領啥照顧兩條橋上跳。佢都照顧我較多啦。用你跳下去嘅啦，我跳下看到樣片哦，當到兩跳那麼澎湃嘅龍，你也會去看。我真係拍啊！我係唔會啦，喺電影上吼，所以從安尼種下吼，用種下係啦，你睇下阿土北吼，我跳下講嘅，佢又冇部落呢攞輪，佢對半年都冇錢攞，做乜嘅東西，冇險嗌攞，就是突然就去做咁樣去。是咁樣去咯，哇！所以佢呢對年輕非常好。好，非常感謝。好，一個阿土北啊，嗬，嗰個阿伯已經講到你點樣咧啦，嗬，我會請問啊，嗬。其實帶到了大部分一起到吼，了大家因老因自建吼，雖然沒有血緣關係，不過大家講都係兄弟姊妹啦吼，了個感情吼，你都係用咗保持嘅喏，大家都好起呢。了種下因是安樣哦，
莫甲隔壁冲拄是隔壁是留人，还着离上性差党去建屋，所以大家莫合作地哦，切来了什么地，所以俺大家感情上当好，就世界就多了，就感情上安好。俺聊聊棚里面啊，都是很好客的啦，很好客哦。外地跟伴来哦，我们特别的照顾他，比我们在地的特别照顾，不会瞪他这样子，不会不欢迎，因为他来就是我们的邻居嘛，也是我们的原住民嘛。所以你都系对话，你开放你分享的吼，大家心情永远都安好吼，莫怪是聪明的吼。哎呦，高总你好，你跳过系教国小还是国中生啊？国小。国小，倘讲你凤林前体育有名就系叫做校长证，系用爸安用讲咯。出山高中1年多。你凤林前这个是人文荟萃啦，吼，都有年轻味啊，都有文化历史啦。不过大家有讲到，你个凤林前咧得到满商了哦，咱等于个共荣啦，吼。对，你都在讲吼，你系唔系？你采题吼，水降的风景，你会起到安用吗？教育处，还有教育部，错，推广，乐龄教育啦，乐龄教育。现在全台湾各地都有做啊。对。全台湾各地都有做乐龄教育，从俺咪都白啉，俩动作俺学生的哦，到今仔就买生发，健康、休闲、兴趣这些东西，我们不能让我们的老人家整天无所事事啊，因为年纪退休，年纪大了，要让他们乐活，享受怎么样在这样的环境里面这样子过一个生活。前几天有一个小姐让我讲啊，叫俺轮椅了凤林吼，俺而家顺眼体该去看该山樱花啦，去个脚踏车啊，去人上去，唔拄好对倒，卢明义讲，俺没法度难处理，叫你最起码你也给我上个纸写一下，这个最基本的一个处理，你先帮我处理。我自己再开车到花莲去，所以我就该想啊，满商哦，满商，基础的建设，基础的建设还仍然是要这一个怎么样改善这个健康的环境健康的环境，我想这个部分可能还需要来加强。副总感讲，你提出的该意见哈，你抢错。曼城小姐，我请问你，你看过其他的曼城城市？我们自己台湾的凤林，我们的内部内涵，我们的基础设施，跟其他国家的曼城城市，我们有跟得上他们的水准吗？还是我们图得一个曼城的好名声，可是事实上老人或者在地居民真正的生活需求这一块却空白没有补上，会吗？你觉得？我觉得，因为我去了6个城市，那其中有一个城市，它的背景跟凤林蛮像的，就是也是老人家居多，然后以农业为主，但是他们在就是老人社会的老人的福利做得非常的好。那它有一个社区，像是有一点像是社区的概念这样子，然后有医疗，然后包括帮老人家安排一些课程、联谊等等的，然后或者是老人家家里东西坏掉了，需要人家修理，他可以提供合理的服务去帮忙这样子。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很适合，就是在凤林上，就是作为借鉴这样。但是老人福利或老人政策其实需要预算的挹注哦，是不是可以从老人事业上去想办法获利？对，没错。好，所以其实凤林嘛，你既然那个老人家安到，老人吹也其实都两片想办法。你有先分考，佮继续准备运用了真紧落实那个凤林的慢商。大家嗰陣到出面睇會界討論現場，你見唔見到係全國第一個慢商鳳林節哦？你講了個慢商曼城哦，這種西洋化的外來語，可能採題嘅老總會覺得有一點距離感。其實曼城就是我種，就是我莊，就是無愛無土啦哈。大家帶到了大部都對兩地土地有認同感，有榮譽感。你也啲，你鳳林節哦，跳過係花東這邊3大移民村的其中之一，跳過到日本書。
的时节啦，该时节留下来动正规嘅文物历史嘅建筑群，还有透过呢安尼种染、培染、走染嘅染料，也都风林区非常安度，也都会动正规嘅文化资产。你好，应该问题会请问安尼北林萨 K 嘅理事长美玲小姐，你好，我请教。那既然曼城它的一个最高的原则就是人、食物跟在地文化，那显然烟楼就等于我们的在地文化了哈。那烟楼可是我们一般想到，我现在就不种烟也不烘烟了，我用不到它，就让它破败在那边。你们怎么样让它起死回生，凝聚大家的共识，让他们觉得烟楼是有价值的，是可以保存的？我们全台湾的文化建筑物的保存都面对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它没有用，它就是在闲置。对。那第二个就是它变成文化馆之后，就是我们的长辈们去缅怀先烈嘛，怀念以前旧有的生活。但是他对年轻人没有感情，对年轻人来说他没有印象，没有感，他也不会进去这样子。那我觉得，那我们的文化不就要断层了吗？那我多么希望说，我们的烟楼保存旧建筑物是有年轻人来参与的。好，那可是如果你告诉年轻人说，走，我们今天去客家文物馆，然后所有年轻人都这样，哈，这样子哈。可是如果你告诉他说，我们是不是有个活动可以吸引年轻人来？对。然后我们就想要结合我们北林这边周边的2大特色，第一个就是日本的移民村，对。第二个就是我们的烟楼，对。所以我们用这2个点子呢，创造了一个叫做烟楼迷路百鬼夜行的活动。那百鬼夜行其实是一个日本的传说祭典，那我们用这个搞鬼来吸引年轻人来。那我们吸引他们来是让他们先把他们骗来，他们才有机会认识烟楼，有机会认识我们的詹景堂的日本老房子。那这个地方会跟它产生关联。你是说到那个烟楼，你们去玩捉迷藏或玩抓鬼是这样吗？没有，鬼屋。哦，鬼屋把烟楼当鬼屋啊，你们好大胆啊！对。然后我们就找老房子啊，跟烟楼来做鬼屋这样。那来过的人会觉得很有趣。那如果有机会听到我们的故事的话，会更感动。那我觉得，如果我们现在不保存的话，100年后、200年后。凤林还是没有属于自己的老建筑物。我们凤林开发虽然100多年，是如果我们现在不留，我们100年后的孩子是看不到我们原来的样子的。所以我们不要断根，没有标的意象就没有真正的灵魂或者内涵，那就更不要提曼城了。对，好，谢谢你梅林小姐。那我也请教这位先生，是来玩还是？没有，在这边的新居民。啊，新居民，你已经住在这里了。对。可以告诉我们大家，你现在住的房子是什么样的房子？哦，它是70几年以上的历史，那个烟厂的宿舍。烟厂宿舍，你说这样盖的像日本式的那种老宿舍群啊？是。哇，你现在住在里面？对。告诉我们这个奇妙的机缘。对，因为当时来这里的时候就是朋友介绍的嘛，那来这里认识很多朋友，那觉得这里人情非常浓厚，每一次来的时候就早上起来，外面就一堆菜，果然跟阿爸讲的一样哦。然后比如到朋友家串门子，这什么花生什么都拿出来了，那美好花生，对，都非常 OK。那后来发现这一个建筑的时候，觉得说，哇，这么美的建筑，怎么还会有？那就找了租还是买下来？买下来。哇哦！想说是做一个。那个民宿，可是比较属于说来这边不是，就是好像一般的观光，而是在花钱过夜，是真的交朋友的那一种形式。是 OK。那我那是比较属于 open 的，以前我还放着钥匙，有谁要去就自己去那边拿钥匙，自己开门。那我下次回来，你钥匙可以先放在门口吗？那现在有对钥锁可以公开。真的，谢谢你，这位大哥。所以你可以告诉我吗？你会打算在花莲住多久？因为。后来我有带儿子过来以后，他说他要来这边住了，换到了第2代来的，谢谢你。原来要去个女儿哈，现从也就采提个见面，记得武下跳过路主公的时间都系走染的哈。我来来请问，记得分享一下。那个阿爸妹，让安尼讲哈，你到路陪你吼对起染料个态度系蛮用半些。到你自己的时候，你又怎么看待这个烟楼？有没有像我们理事长讲的，其实在地居民对它是有这个认同感、有价值感呢？确实是有价值啊，因为我嫁过来，我们烟业已经没有在做了。对啊，老人家也上班了，他听他的口述是说，种烟3年来讲，有1年要了钱，1年打平，1年赚钱，这样是，所以还是打平啦，没了。那在烟楼作何利用？我们现在也是观光用，所以你现在当观光用是指说，其他外地游客来到这边可以过去参观，都有，都在参观，哇，所以其实。叫你拆或者叫你卖，
啊，当然了，舍不得了。我现在利用它蛮好用的，蛮好用的哈。艺术家在用的。哇，我太感动了！我们今天来到凤林，采访了好多艺术家。其实哈，采到了凤林哈，因为讲哦，这个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啦哈，真紧人家宪法动淳朴啦哈。采音乐方面也好，也系讲采题路建筑方面也好，你也启动哈，很卡一个很卡重要的就是一个石。因为客家嘅美食，恁讲啊，为嘛个熟水系么？真的是这个菜不厌精，会不厌细啊！好好来煮，因为客家这种传统嘅美食菜题嘅风味，系咪也系慢成一个动重要嘅内涵内容嘅款？成立慢城之后，对，把这个米食呢建立为凤林的特色。哦，你到慢生是个系菜题嘅种出来嘅锅作为米食安样系？该做出来特色啦啊，有供所来农会。来推广，来整合，来行销，用做向全国来推销。就像按俩讲，我是主角呢，是上多品种的慢慢。其实，你凤梨嘛也蛮好哦。上个是板条，是上多米农啊。其实凤梨的板条嘛，一好食啦。爱食。好版的人啦，就会上到凤林嘛。好，按照一乡一特产，做出来特色啦。好，非常感谢大家提供，可以提供点出来哈。问题我要请教一下我们的秘书。其实讲到人在地文化，再来一个就是食。我们客家美食、部落美食，那可是津津乐道，国际都有名的哈。刚刚我们相信也提到很多点，其实，在凤林这一块，我们在地的慢食这样的一个概念，或者是在地一乡一特产这样的一个文化包装，是不是也是你们的重点？过去当然做了很多，那现在看到的初步成效，现在有了慢城这样新的一个加进来的这个皇冠，我们要怎么样去让珍珠更亮？我们非常的高兴，也非常骄傲，凤梨它会变成是台湾第一个认证通过。那我们在未来中古处在我们的一些策略的部分，会针对慢城这个部分哈，因为现在其他有几个像那可能未来后面要去推，对，陆陆续续也要成立，会去成立以后，我们是不是看我们有一些的一个，比如行销推广啊，甚至串起来吗？对，那因为很多东西它其实是会变成我们依循着上位的政策。从点线面把它串起来，那事实上也跟就是目前政府他们在推的这样的一个走低碳旅游这样的一个方式让它变成一个尤其花东纵谷地区一个特色的旅游的一个方式。那我想这个部分我们后面会去跟大家再去努力。好，谢谢。曼城小姐，我请教你，去到当地那些国家那些曼城。除了注意到他们的风土民情之外，你有吃到他们当地的食物吗？有什么让你惊艳的？你觉得食物是不是让一个人印象深刻，愿意留在这边，或者是经过来到这边的人会想要再来第二次的呢？我觉得确实是会耶，真的对。然后我觉得很特别是我在有些城市看到他们其实很容易看到就是支持在地的商品的标语，对。现在不是有食安的问题嘛？我觉得反而就是凤林他们凤林这里的那种饮食特色，反而就是变成一个特色这样子。因为我们在凤林就是很容易就是吃自己种的东西，对啊，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食材来源，然后或者是当季的东西。那还有就是其实。像有一个城市，它有一个餐厅，它很特别，是它把它所有的食材都列在墙上，都是在地的东西。那其实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的特色。其实我们平常就在做了，对呀，只是我们不懂得怎么样再把它包装一下，对，不丝滑，对，讲到了解凤林啊，真紧变到真紧也已经很真紧啦，已经很满商了，变成满商。你撒好人而走哈，走的不会变成让曼城反而是拖垮进步的一种刻板的印象，它反而可以创造某种程度的经济的效益哦。你的可能用而走，就系对凤林满商系最好的出路。凤林到底有乜嘅好搞诶？透一下太虚，那空气很浅咧。闲的，我想的。晚上每做尝试是一种对人的其他想法不调的控制，没本时间来控制人的。我慢慢的走，然后也没有在为什么赶，只是没有急着要干嘛。之前没来过这里的时候是不会像这次，就像这样的行程特别去了解这些当地的文化背景啊，
还有很多有意义的故事这样子。然后翻译之后就说那个树是他种的。哦，嘿。今日係對新竹清華學院來嘅學生嘅，一路對運用行到鳳林，而用行嘅來體驗鳳林嘅生活，了解在地嘅故事。因為其實一開始當然有一點硬聊，但是之後就會慢慢的，就他自然而然就會講出一些他的故事，因為他也覺得，你好像對這也蠻有興趣，他老人家其實都很願意跟你分享。這等客家北美做嘅夜班，其他麻學定做傳統嘅文化都喺小納當中傳承嘅。送妹，好，那就難了哈。如果你照平常的觀光旅遊行程，你只要在那邊晃過走馬看花有看到，可是你跟當地人接觸的比較少。走小量，就是說我希望來的客群都是20人以下，然後來我們這邊就是跟着我們生活，然後聽我們說故事，然後跟着我們務農，然後品嘗我們的食物，甚至跟我們一起去包草啊、粿啊，或者做米苔目這樣子。對，那他們才會去感受到我們那個生活的步調。第二件呢，我在用行嘅到鳳林嘅山前部落，去體驗阿米出事嘅野菜慢生生活。然後野菜它不用那個種植的，然後它也不需要打藥，是按照它自己適合的季節、適合的時令，然後適合的土質，還有適合的水質生長的，它根本不破壞大地。但是這個裡面卻有我們先祖非常棒的採集的文化，跟它的飲食的文化在裡面。我們希望透過安尼嘅理行，讓學生嘅其他去思考生命嘅價值。只要他們慢慢的去思考，所以才會有這樣的一個活動，讓他們用走的，邊走邊思考，找到你自己的價值。這是我覺得廚房想要給他們的東西。一種嘅細理行唔單止係兼顧師退，嘛兼顧族群，菜係在地嘅，人係在地嘅。鳳林因為慢留下係做得表層嘅空間，用其他特色，相來屬於其他公共族群，創造正經做得為地方賺錢嘅機會，嘛透過互動，將上面嘅文化繼續傳承下去。其實咧下個鳳林郡哈面臨嘅係全球化金融嘅趨勢哈，就是人口老化、年輕人外移，而且在地的產業疲弱哈，所以大家會想講，就連慢商這樣一個好名上過後，這個慢城到底能夠對鳳林帶來的實質收益是什麼？是不是可以扭轉一些在地現在一些預政乏力的一種現況，做得得到很較好嘅進步？每天應該有搶門聊到有上映哈，現在我看到順龍你好哈。順龍也係代表你的上跳累到轉到鳳林繼續走了哈。像我們剛剛看到很多影片裡面也提到說，其實這個在地的產業活化，當然很需要第二代上應該力量來接啦哈。呢度問題轉來接，這個武下從提條做提條嘅產業，做得讓安尼講，按那安分享，真正會帶動安尼個鳳林哈，從真正走慢活的城市，這樣真正是有展望、有潛力嘅，走得從。有上音，你們的身上怎麼樣去做一些努力，可以得到一些翻轉哦？因為 WTO 的關係，我們整個的農業產生了一個很大的斷層。是，其實因為農地的這個政策，導致說，你看哦，其實很多東西需要傳承，我們的傳統技藝需要傳承，其實農業更需要傳承，因為它這樣的斷層，其實過了10年，其實你不是說你只有在念了農業的一些。專業，你回到這裡，你就有辦法耕作。其實有很多在地，你需要了解在地的風土，氣候變遷。那休耕地這麼多，你的花生，你有沒有自己種花生？有自己有種了幾公頃。是哈。那也是剛好因應到一些現在農地活化的政策有在運用到。如果說這個農地的問題啊沒有解決，其實是一個隱憂啦。其實，所以你是覺得說年輕人就算要做，可是政策也應該是友善的，是的，是的。其實有很多，其實目前有很多政策其實有一點門檻呢，它並不是這麼容易的。你說光是在農地上要做復耕，對對對，比如說我現在要作為一個小地主大佃農的大佃農來講，我自己如果沒有農地，我是做不了大佃農的。你還要必須得自己有土地，你才有辦法，你自己要有5分地的那個土地，你才有辦法再去租人家的地，才有辦法。不然的話，你耕作的話，如果說災害，你是沒有可以補助什麼的。哇，那可是現在農地都像建地一樣那麼貴，如果我本身沒有，對，這個是最大的問題。就是說現在的這2年，因為蘇花地的這個道路正在進行嘛。對。那有一種預期心態，是整個的外地的一些那種炒作就會投資客就來了，地都變成他們的了。對，這是一個最大問題。所以農村確實有困境，而年輕人真的沒有辦法回來。對，而且以後可能會變成想回來回不來。
是。对，你看像现在光是凤林兆丰农场这边的地，很多都是，当然有新移民进来是很好，但是什么样的人进来？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非常感谢顺龙哈，原来我们凤林在地的特产很多是来自于农地上种植出来的美好作物，可是农地上如果不松绑，或者是有一些仍然在限缩，年轻人还是回不来。那要很多现从其实也有种又给呛出来给阿帮梅哈。其实，在我们眼前的很多宝贵的东西可以做的，我们没有花解，没有再去想它，也没有去再研发它。当时我在做花生的时候，我也是想说，这一颗花生其实这么香，这么自然，就这么想着。爸爸妈妈从小就教我们种花生、剥花生、吃花生，这个记忆把它结合起来了，想象起来了，把它想这颗花生这么好的食物，为什么不能发挥呢？其实有，我们身边的菜啦，什么什么都有，很多很多。其实不怕没有工作，也没有事，其实我们都有5分地1甲地都可以做精致农业。也希望我们的政府支持我们的小农。还有多多填修，鼓励年轻人回乡做小农、精致农业、有机农业。是，谢谢你，钟妈妈。好，那个刘先生，认真同工后，一个责任的开始，责任的开始。你要买去做老了的慢上的事来做好了。你丰年准备好嘛？包括你要识，你要行，你要带，你要交通，丰年准备好嘛？但当到我听现代甲当时你要用办，你要用办去反转这个丰年的未来。你有讲凤梨不要变，不要现在做任何的改变。没那样讲，你要准备好来。先准备好。你的土地、你的人、你的资源，你全部准备好来。你要迎接当到我听人叫来丰年看，你看丰年满上的美食迄么个东西。不管你公部门，安尼讲，甚至各国的中央单位、外交部，万人提供了国际满上，观光局佢伫个国际满上，迄么个东西嘛。当然，安尼要靠安尼丰年镇这家来，这家也会做，这家要做，我就结合，安尼这家地方民间的团体，我安尼老安尼镇公所合作，安尼希望安尼新入的小镇长，安尼地方的民间社团密切的联合向下，安尼合法有讲，叫富叫权啊，人富人权啊，你要结有权来，要有力量。好，安尼丰年的满上，要做得行下去。原来系用，非常感谢那个刘台哥给安好的建议哦。其实讲到那个满商啊，某种程度它就是对抗这种全球化的趋势下面对在地化的一种渐渐的消失啦。所以保留你采提性、采提个提速文法，大家可以吹重要。历史中美玲，我请教一下，现在我们曼城这样的名声打出来了，我们公部门也愿意给予最高度的协力。从地方由下而上的做，从公部门由上而下的互相的来结合。那我想请问，如果说有了曼城这样的一个领域之后，我们开始要发展，就等于是我们对外打开了大门，就是无止境做生意，只要有钱来投资，有钱花大钱来玩，做大爷的人，我们一律欢迎。还是其实我们一样有旅游的门槛，有最低的限度，还是一样维持着生态旅游观光跟体验这一块的一个核心价值呢？那其实我觉得曼城是打开一个台湾的新的观光的可能呐。那我们已经觉得那种大众游览车式的观光啊，来这边可能上个厕所、照个相就走了。那其实这里就没有对他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他就真的只是来观光。那我觉得我们曼城走的应该是微旅行。那我希望你来是预约的，就像我们今天去拜访朋友一样。我今天要去轻松大哥家泡茶，我也会打个电话跟他说，我今天要去你家哦。那我觉得我们要告诉游客说，我们今天不是消费者的一个消费关系，你来凤林拜访曼城，你就是曼城的朋友。那你要来跟我们拜访，我们希望你是预约的，我们希望你不要太多的，我们是有准备的，而不是你来就相机拿起来拍拍好耶，然后就走了。我们希望不是这样，而是我可以很优雅的预约你之后。你可以泡一壶茶等我来，我们可以深刻的去体验我们曼城的文化跟风格。所以你这是说，其实游客要有意识的来玩，来认识凤林这个地方。那你不会担心有这样的一个门槛，一种这种素养的要求，这个人数可能没办法那么多呢？那我觉得其实我们本来就不希望太多的人进到我们曼城来，所以我们希望是好的客人。
国际的背包客，愿意长时间来体会我们凤林客家文化底蕴的人来，所以我们故意设计这样的门槛。你愿意花时间来认识我们的，就来当我们曼城的客人。那我们不是消费者跟商家的关系，我们是朋友。哦，这是一种新形态的观光的革命哈，其实是游客跟在地住民是共创那一种高品质的曼城素质的。谢谢你美玲，也希望我们凤林镇大家齐心一致哈，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理想。还有可以大概向金朋友的反应吗？这个小姐，我看到你一直笑眯眯的看着我。在你这样子来看哈，你自己本身也有一些做香草的经营，跟年轻人也相当多的互动。你觉得这样子一个新的观念是不是开始要植入到我们凤林在地了？因为我是先在执行，然后后来才知道有个曼城。就像刚刚主持人说的，说对这个土地的认同。所以呢，我种香草以外，我现在我也种百合，食用吃的百合。可是我的百合呢，我不是说种好等着人家来卖要去卖，我是开始种的时候我就开始放消息，就是认养，然后让这些认养的人呢来到我的田里，一起跟着它成长。然后不管是种的时候呢，或是摘花拔草，都让他们一起过来。然后甚至收成的时候，就是至少呢，我的产品不用担心我的销路的问题，我都完全掌握好了。所以其实大家一起手做的过程中，一起参与农事过程中，建立了那种同伴的感情的那样，而且也喜欢这个产品。对，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呢，他们也会去分享他们来这边的过程，然后就影响更多的人。那我自己觉得我的目标很小，我只要看到那些人从凤林火车站这样走下来，我的心里就感觉很开心，开心感动了，有人来这样子。所以其实共同满商你提出的是弯腰的假期。我们刚刚说到的全球化的冲击，在地化一直在消失哦。我们知道去年度这个智慧型手机的这个出货量全球有10亿8千万只，各位乡亲啊，是10亿8千万只。所以不管是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区域，每一个人出去玩的时候，就是低头假期。好，在宗庙、寺庙前面也在低头，吃饭的时候也在低头，跟朋友互动的时候也在低头。所以我们从低头的假期改成弯腰的假期，实际去付出劳力去取得。我们的曼城小姐，她实际是个年轻的背包客，全世界各地跑透透，就背着一个包包，然后这种打工换宿方式去实践她认识世界的这个旅程。今天也告诉我们凤梨很高兴的得到了曼城，接下来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经营，也仰赖，当然充满希望，可能大家一起努力。你觉得这种旅游的心情上的转换跟释放，然后还有结合到年轻多元化的素质，对凤林在地这个曼城最后的呼吁？其实曼城的话，我觉得只要是对的事情就去做，对，然后也不需要特别因为曼城，然后我们就去做了什么事情这样子。不要为曼城而曼城，自然而然，我们刘大哥讲的，自然而然就会形成它了。对，没错。好，谢谢。景总，该是阿姐讲啊，对的事情就要去做。我赞成起来精神啦。你虽然讲得到了曼城的认证哦，但是呢，还唔晓得去广告啊、包装啊去宣传，所以大部分呢，两个都该请台湾观光学院的个教授有6个教授博士，他们都是在国外留学回来，我请他来当我的顾问。来跟他来行销呢，来到凤林的曼城的该好的东西，本期就大家来知啊。每天他们全世界人都来，你凤林唔错啦，每天啊，但是你曼城就唔是按紧张啊，天天的来，对啦，唔是紧张，天天的说法，性情好，溃容小免，是聪明他就可能俩手上挑，你好。其实刚刚聊到那个农地一直盖农舍这个趋势，其实应该不会减缓，因为随着交通的打开，会越来越像那个宜兰。那宜兰他们的统计是1年大概整个宜兰县会有600到800栋的农舍在盖。如果我们按照这个比例推算的话，其实凤林每年可能也会有30到50栋的农舍一直盖起来。所以你觉得压迫性很大？其实主要是因为我们现在的农舍的排水啊。跟我们农业灌溉的沟渠是没有分开的，所以很多我们用的有机磷啊，或是漂白水啊，都会进到我们的沟渠里面。那其实对我们的那个曼城的这个维持环境啊，或是想要推动有机农业，都会有很大的影响。那有一个
得可以参考是宜兰，因为他们已经面对这个问题了，对，所以他们就有推动一个叫做有机农业自治条例，它里面有很多很进步的做法，他们也一起团结来做。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他们先把土地做分区，把住的地方跟从事有机农业的地方分开来。那在住的地方，也要限制这些农舍，他们必须要处理自己的废水，就专门种稻种有机就专门做，专门休闲游乐的就去玩。对，那个他要做那个净水池，农舍处理好净水以后，才可以排放到我们的农业使用的沟渠里面。另外一个就是他们也有一个条例，就是说有2/3以上的地主同意的话，这个区域就禁止使用杀草剂。那我们的土地里面的微生物的象啊，还有生态，甚至老鹰啊，慢慢就都会回来。谢谢这位年轻戴眼镜好斯文的年轻农民哦。今日呢，当粉期咧到凤林，然后因安安等于下个向前桥下咧讨论，因得到满上那个后面上，撒下咧，因为慢慢的过，慢慢的享受生活，慢慢的进下恢复因按正规嘅自然环境。今日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感谢大家参加，感谢大家，祝福大家平安快乐，再会。